提醒觀眾朋友去到海邊啊，去到溪邊玩水特別注意哦。來看這條，台中大安的濱海龍園，在2023年的時陣，有一個17歲姓王的少年仔來這玩水，無小力讓這大泳降去渡水死亡。家屬認為講，在現場漂失是無清無楚，也無人佇遐安全管理，就向這台中市風景管理所提出國賠。啊，那二審台中高分院認為，風管所無具體標示玩水的邊界，確實是有欠點。啊，那判這風管所就要賠予家屬218萬。趁天氣袂歹，不少民眾到台中、大安、濱海龍園來玩水。因這塊海域分做沙坡玩水的所在、沖泳也有風吹沖泳的所在。不過對一般遊客來講，根本看袂出講個水域的邊界是佇倒位，到底是安怎區分範圍的？因為看起來就是沒有一個範圍啊，沒有一個範圍去區分這樣子啊，大家都可以走下去這樣子啊。就是也沒有像你說的圍起來，或者說插個標誌這樣子。你看，一眼看過去應該也是看不出來，很明顯的插標籤之類的。2023年6月，一個姓王的少年等高中放榜進前來這玩水，不過佇沖泳加風吹沖泳所在，互大泳捲走，結果獨自死去。家屬講現場無適當的標示，向台中市風管所來提出國賠。一審定義認為講，現場雖然有沙坡玩水的所在，也有沖泳加風吹沖泳的所在，以及禁止水域、佚佗、休閒活動範圍做標點。不過若無明顯的標示，遊客根本看袂出來區域的所在，也有範圍。判伊甲國賠，互伊的父母218萬塊。風管所不服提出上訴，台中高分院二審審理了後，決定駁回。關於戲水區的標示不足，其所謂的安全設置有缺失，且與被害人死亡具有因果關係，自應負國家賠償責任。對二審的判決，台中市府表示尊重，所來對這個所在水域安全防護甲措施來進行整體檢討，也有加強改善。目前園區已經有整合排面的一個內容，那在各出入口設置10處的一個警示告示牌，那同時也持續加強現場的一個巡查。因為學者是建議講，政府對着開放性水域的管理，不應干那只是紙面上的告示，必須要進行全面的升級。要有實體的邊界，包括浮體的標示線以及浮球，要有位於高處的一個瞭望台。學者認為，除了加強實體化、實際上的警示，管理部分也使引進 AI 辨識，也有及時發出警報，同時加強危險區域的宣導，也有建立這個預防危險的運作機制，才法度確保開放水域的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